继续来看，我们嘅专题报道，野球人工系台湾的国球，经过按道嘅风风雨雨，一直到今年世界野球经典赛，大家又对野球一定有热情呢。为促导上述，也个对野球的热情，同时会打基础。教育部体育署明年会推出第二期嘅强棒计划，打算会团基层野球队提升到有900队，培养韩国到基层嘅野球队员。今年世界野球经典赛，如果9万起，大家对野球的热情，我用嘅位置下起喏。球场上，能看到大家专业野球员，天作恩爱个奉上练了练，适当多苦，精密张做的凡事梦想。故作家头从小就对野球也好运动有充分的了解，每天做爱弟为是按多苦。哦，你能力稍好的话，或许有这个机会，但我觉得好像也有2/3的小朋友，他可能没办法如他所愿，然后到这个比较属于高殿堂的一个棒球环境。4年前 ，TVB 传统进行野球计划，为台湾的野球第世界排名排第4。教育部体育署成立为设定为传统的系强棒计划，目标是为打入世界前3强。那在棒球整个国内的代表队加总4级棒球里面的这个骨干，我们希望让它维持在900队的这个量。那以后再延续成棒，应该会是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盘。虽然唔係大家基層球員都堅持到親密打野球係家頭嘅正業，不過對野球嘅熱情、永久都限在。培養下啲10年後、20年後，做得到下啲為台灣爭光的，係對將來欣賞也打球，安怎係下啲愛嘅聲音。做嚟基層野球來當建，增加業餘球賽嘅量，加開3期野球場，上下加多人來打野球，未係動重要嘅工作。城市球隊可以再增加。我覺得現在還有好幾個城市，它是有這個意願，但是還沒有付諸行動。那這一方面，我想如果是能夠盡快的成立，對這些小孩子的話，他們有適度的一個幫助。廣設棒球場，安尼張有吼，我有安尼講，學生嘅我有教啊，我本地教啊。球場上邊上邊些球員踏出特粒球位，卡起球棍，愛打球位加下，就會一場精彩嘅天數樣嘅動風景。球員將會打贏比賽嘅心，買到大家球迷嘅心。台灣人嘅野球款唔會從特別花樣嘅開到幾幾下係要差睇嘅，就將係一條小球員嘅野球夢想嘅唔會一下係就冇睇。下個新聞林建耀唔止意綜合報道。